昆凌2015年在西门町开设宠物咖啡厅，老公周杰伦和她经常会不时出现在店里晒恩爱，也有不少粉丝去朝圣。没想到5号在脸书贴出公告，咖啡店只营业到3月底，让粉丝相当惊讶。艺人昆凌2015年的年底抱着自己的可爱狗狗麻吉亮相，她不只发展演艺事业，更开创副业投资宠物友善咖啡厅，还有衣服品牌，俨然相当有生意头脑。不过这间宠物咖啡店即将在月底停业。历经3年多的时间，因租约到期与营运调整的关系，因此我们决定将营业到3/27为止。脸书一贴出公告，让不少粉丝震惊，因为这里是追星圣地，昆凌和老公周杰伦经常都店里来巡视，还在这边过生日，举办过不少艺人聚会，让许多粉丝会特别前去消费，看看能不能捕获偶像踪影。去年还有粉丝幸运在咖啡店看到周杰伦变魔术，双手快速互换连秀2段小魔术，更近距离与客人互动，最后还得到签名，让许多网友看了直呼超羡慕。当老板娘期间会亲手泡咖啡和监督做餐，与客人互动。不止昆凌的租约到期不续租，2月底艺人廖仁帅在西门的潮牌创始店也已经走入历史。实体店面收益锐减，6年来店租涨1倍，未来将把销售重心转往网路。西门町店租高涨，或是也是昆凌咖啡厅结束的原因之一。经纪人则透露，咖啡厅是计划重新调整。只是目前的进度就是先营业到3月底，还不知是否他处展店。